首先大家早安，今天是课程的第二天。昨天从早上开始，我们简略地讲解了立身片空、观音菩萨仪轨的修持和一些观想的方式。那么今天接着要讲的是持诵咒语的部分哦。观音菩萨的咒语，六字大明咒呢，是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咒语。就藏地来说，更是普遍啊，每个人都知道的。甚至是2、3岁的孩童，可能才刚会叫爸爸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年纪，那么他就被教导会念诵这个咒语。所以六字大明咒是一个流传非常广的一个咒语。一般来说，这个咒语属于密乘的一个修持，是一个可以说甚深的一种秘密的口诀，所以应该是要隐秘的修持的这样的一个法。但是就像昨天我们讲过，藏地是观音菩萨的这个调伏境，也是受到观音菩萨可以说受到他菩萨眷顾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在持诵观音心咒、六字大明咒上，无论你有没有接受过这个灌顶，只要是藏族传统上就会念诵这个咒语的。一方面来说，真的是因为观音是大家深切的一个信仰，也是因为特别在藏地藏族们可以说那里是观音菩萨的调伏境。我们看到过去的历史，在第5世噶玛巴得心谢罢的时候，他曾经去过汉地，当时是明朝，当时的皇帝呢是永乐皇帝，所以第5世法王当时就去了当时的这个首都，就是南京。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就是噶玛巴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所以大家会说，噶玛巴的祈请文也好，或噶玛巴的咒语或名号是什么呢？就是六字大明咒。大家会透过念诵这个咒语来祈请噶玛巴。但当时其实本来六字大明咒在汉地并不流行的，所以当时的人就听说有这么一位著名的大师会前来，当时大家就流传说他的名号咒语或者祈请的咒语是什么呢？就是六字大明咒。所以当时很多人在汉地也就开始念诵这个咒语，所以观音心咒、六字大明咒也一时盛行了起来。但有一个记载说，当时有些不那么喜欢密乘的人，尤其是这个儒家的这个门徒们、儒生们，会批评说，这个咒语不是佛法，而是那些来自西方的这些喇嘛僧人他们假造的。有这么一段历史的，所以从这个历史你可以看到，当时并没有念诵噶玛巴切诺这样的传统，那是后来才盛行的。所以在当时主要念的是六字大明咒。那这是附带提到的，讲到咒语的时候附带提到的。总之呢，我们说六字大明咒可以说在汉地逐渐广为人知，就是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在那个时候开始的。六字大明咒呢，它就是观音菩萨的名号。
是属于我们叫名号的咒语哦。另外一方面来说，观音菩萨呢，他是诸佛菩萨大悲心的这样的一个总集，他是这样一位总集了诸佛菩萨可以说大悲事业力量的这么一个菩萨。所以他的这个咒语也就成为了一种真言，也就是一种真实语、地实语，是有力量的一种真实语言。这是因为观音菩萨具有不可思议的大悲力量，所以这个咒语就具有一种具有力量的真言咒语哦。因此我们在看很多经典当中都有记载，这个咒语的利益是多大，是非常广大的。那一般来说，这个咒语呢，六字大明咒有6类的6个利益。首先，因为有6个咒字，所以它就有6个利益。而这样的利益总共有6类哦，所以是6类6个利益。那么第一类的6个利益是什么呢？就是6度圆满的一种利益。所以 Om 字是布施度的圆满。接着第2个字麻字呢是持戒度的圆满，尼是忍辱度的圆满，贝是精进度的圆满，美呢是禅定度的圆满，吽是智慧度的圆满。所以6字呢，这6个咒字呢，就圆满具备了6度的力量。这6个字就体现了所有6度的这个内涵。接着是第2类的6个利益，是清净6道痛苦的一种利益。再接着后面我们会再提到清净6道痛苦的一些观想。总之呢，清净6道痛苦的利益，Om 字呢有消除天道的痛苦，麻字呢是消除阿修罗道的痛苦，尼消除人道的痛苦，贝消除恶鬼道的痛苦，梅是消除畜生道的痛苦，最后吽消除地狱道的痛苦。所以你在持诵这样的咒语有这样的利益的。所以这又是第2类的6个利益。再来第3类的持诵这个咒语的6个利益是什么呢？是达成共同殊胜成就的一种利益。我们说共同殊胜成就，或者也可以说世间或出世间的成就都可以。持诵这个咒语也可以有达成圆满世间、出世间等等成就的利益。Om 呢是圆满殊胜成就，麻是圆满共同成就，尼是消除疾病魔障障碍的成就，贝是增长寿命福德的成就，梅呢是怀摄3界的成就，最后一个吽是诛灭敌人障碍的成就。其中第一个 Om 字圆满殊胜的成就，麻字圆满共同的成就。接着后面4个字你会看到它就分别呢是圆满了我们所谓共同成就当中的支分的，也就是习增怀诛4种成就。接着第4类的6个利益是什么呢？是能够持诵这样的咒语，能够帮助我们清净贪嗔痴等等6种根本烦恼的这个利益。首先 Om 清净愚痴，麻清净嗔心，逆清净吝啬，贝清净贪欲，昧清净嫉妒，吽清净傲慢。接着是第5类的6个利益，是什么呢？是能够得到身口意功德事业等等这些功德的利益。Om 得到身的功德，昧得到语的功德，逆得到心的功德，贝得到功德的功德，昧得到事业的功德，
吽，最后一个吽得到什么呢？是得到可以说观音菩萨完整的身口意事业功德的一个功德。最后第6类的6个利益是什么？是配合我们常说五道十地当中的这个五道的利益，也就是五道是什么？就是资粮道、加行道、见道、修道、无学道等等五道。这前5个字就是五道。最后一个字代表是得到遍知的功德。那当然，这里针对第5个无学道的功德和所谓遍知，最后一个第6个遍知的功德差别是在哪里？这还有很多思考跟讨论的空间的。总之，我们看到以上6类的6个利益呢，从利益，从目的性的角度，或者从能权所权各个角度来看，6字大明咒包含了一切的要义。但在我们实修的角度来说，仅仅知道这些功德利益不够，所以这些利益也不见得会产生。所以你为了要能够得到这些利益，你需要一些条件的。换句话说，就是你需要知道如何修持诵这个咒语，不然口说有很多利益，但并没有办法为你真正带来利益。因此，我们回到观修实修仪轨上的时候，持咒的时候，我们会把重点是放在那么多利益上的其中一个，就是清净6道痛苦的利益，这非常的重要。观修是要这样去做的。所以当你在持诵这个咒语的时候，你要想6道清净了，你念诵 Om Mani Padme Hum。首先观想 Om 字呢是放射白色的光芒，你念诵的时候观想 Om 字放射白色的光芒，清净天道，消除天人的痛苦是什么呢？是死堕的一种痛苦。接着麻字呢放射出绿色的光芒，清净的是阿修罗道，消除阿修罗也就是非人各种斗争的痛苦。再来是逆字，逆字放射出黄色的光芒，主要是清净人道当中生老病死的痛苦。再来贝字呢是放射蓝色的光芒，这个贝字放射蓝色的光芒是清净了畜生道的愚痴的痛苦。再来梅字放射红色的光芒，这个梅字这个咒字本身也就是那个颜色，那个光芒那个颜色，所以梅字呢就是红色，放射出红色的光芒，清净了恶鬼道饥渴的痛苦。再来吽字，吽字呢是放射出蓝黑色的这样的一个光芒，所以就清净了地狱道的冷热的各种痛苦。那这是持诵咒语的时候你做这样的观想，同时呢你观想的清楚的观音菩萨，从他的心间呢就有这个6字大明咒。那这个咒字呢是朝内，面朝内，然后右绕环列着在心间站立着的。或者你不这样子观想咒轮环绕在心间也可以。而是在念这个6字大明咒的时候呢，观想在心间
就观想在观音菩萨的心间有白色的瓮字出现，然后放射出白色的光芒，亲近天人的痛苦。接着依序在观音的心中，你观想出玛尼贝美吽等等咒字放光，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咒语要持诵多少遍呢？并没有一定。如果是专修闭关来说，通常一天我们会规划修持4座法，也就是早上2座，然后下午2座，或者一天修持6座法。早上3座，然后下午3座，这样也是可以的。这是看自己的情况而定。但如果不是闭关，而是每天修持1次这个仪轨的话，那么咒语的数量其实也没有一定，就是在修持的时段当中尽力的持诵就好。那么最后持咒即将结束的时候要做什么观想呢？要观想在观音菩萨头顶上有阿弥陀佛，部主观音阿弥陀佛。从阿弥陀佛呢身体放射出光芒，那么一切的万有包括我们之前观想出来的顶上的观音菩萨也好，或者一切的净土也好，一切都化光，全部融入对面虚空中的这个观音菩萨。接着观音菩萨它也化光，最后观音菩萨也化光融入到自身，最后自身呢也化光呢融入虚空，也就是空性，所谓的空性当中。所以这时重点是要思维空性的义理也就是观修者不真实存在是空性的，所观的观音菩萨也不真实存在，观修本身也不真实存在是空性的，就尽力的安住在这样子的三轮体空的一种体认当中，或者说这一段就是你稍微安住在空性义当中。所以行者他是没有执着的安住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的安住修。这样的安住修非常重要，安住很重要。因为之前谈到很多观想，其实那都是我们所谓的世俗的妄念的一些造作，世俗的一些造作戏论，所以最后这一切还是要融摄回到法性实相当中，不然就一路还是一直想着观想，随着妄念而走的话，你实有的执着还是无法断除，还是无法了悟无我。如果无法了悟无我，也就无法证得解脱的果位。所以最后这里要安住在空性义，或者说无我义中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尽你所知的安住在所谓的空性义跟无我义当中。那关于所谓的空性无我这部分，我想我也没有时间，也不知如何多做解说。总之在这一段各位要尽力的安住在自己所能理解的空性的义理、无我的义理当中，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上面我们刚刚也讲到很多持诵咒语、持诵六字大明咒的利益
然而，这么多这些经典当中提到的持诵六字大明咒的利益能否产生效用重点还是在一句话说：诸法因缘生，住于意乐上，何者发何愿，当获彼益熟。所以你会看到从经典佛经当中也好，或者过去历代的祖师的流传下来的口诀，都在告诉我们一个重点，就是你的发心、你的意乐、你的动机很重要。什么样的意乐动机，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同样，我们说任何一个计划工作，你要开始，最重要的是自己开始的那个时候的动机、目标，还有你规划的步骤是什么。这样才会有相顺的结果，才可能达成。所以结果是来自于自己开始时的动机、目标和计划的。同样的，我们现在在修行、在做修持的时候，所以就算你只是要修一做法、修一次，但你在开始之前，记得要好好思考一下，我的动机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修这个法？还有我的目标是要达成什么？还有我的规划是什么？这样一想之后，如果自己的动机和计划是为了今生的利益，你会知道结果也就只是今生的利益而已，不会有任何来生的利益产生。所以你看噶当派当中三种士夫的论述，这是在噶当派里面会提到的三种士夫的论述首先谈到所谓的下士夫，他的动机是什么呢？就是来世不要投身三恶道。他们没有太大或者说想要成就遍知佛果的这种动机或这样的目标计划都没有，他只是希望来世不要投身到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不要领受到那样的痛苦，他们觉得这样就可以了。也因为下士夫具备是这样的动机和规划，所以他的结果也就是来世不会投身恶道，他不会有在其他更大的利益。接着同样你看中士夫的一种动机是想要得到解脱的果位，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轮回的本质是苦，所以一心的想要求得解脱。所以中士夫因为带着这样的一种动机那他们的结果也就只是果位，也就是处理轮回的果位。但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佛果、成佛、遍知的果位，那你也就要在一开始就带有那样的动机，那么才有可能达成那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在修行之前要导正自己的动机，你随时要观察一下，我现在为什么要修这个法？我的动机是什么？正确还是不正确？是否如法？举例来说，比如如果你在修的是大乘法，那么你就要具备符合大乘法的动机和计划。如果修持小乘法，就要具备小乘法动机和计划。如果是修持密法，也要具备符合密法的动机和计划不然你所有修的法，它是没有办法起到这个法的效用的。如果只是外向上的一种做样子的修持，实际上那个法它是无法起到效用的。所以这里说一切都在于意乐，也就是在于你的动机。另外还有，当你在持咒的时候，一个重点是心不要散乱，要尽量的专注于当下，也就是你当下在修的是什么，你要对这一点保持一种觉知，这非常的重要。不然我们念诵六字大明咒，口上念着，心却涣散在其他地方的话，你这首心口是不如一的，那么修持的力量，刚刚说了那么多持咒的利益它也不会产生。所以讲到修行的确身体语言上的行为很重要，但是真正最重要的还是在改变你的心，修持你的心。
改变是要从内心下手这是关键。如果内心不改变，外向再怎么做改变，会发现最终一个人的这个本质还是老样子的，改变不了。但如果你真的想要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就要从你的内心去着手，也就是从自己的动机，从你的观念上，还有从你的性格上等等去改变。所以修行人总是他会懂得反省，他关注的焦点在于自己的心，他总是去觉知检查，我的心是不是有问题，正不正确，清不清净，他是不断的反复的去 take care， 去检查，去观察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修行者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关注自己的心。所以以上呢这一段可以说就是各位在持诵咒语的时候应该具备的一些要点吧，一些观念。这就是6个部分里面的第3个部分，持诵咒语。接着第4个部分是结行，我们叫转为道用。那什么叫转为道用呢？我们还记得之前持咒最后有做的观想是什么呢？是一切都融入消散于空性当中，然后行者你自己也安住在空性当中一会儿，接着你又从定中出来，那么一切清晰的显象那么又重新的升起，你要这样想。那这一切重新现起，你出了定之后的一切现起的显象是清净的显象了，它不再是我们以前误以为是真实存在的，像山河大地那样真实存在的显象，不是了。这一切的显象都是显空不二，如同水中月一样或者说这一切的显象色法都是观音菩萨的色相。你听到一切声音都是观音菩萨的6字大明咒，而一切的念想也都不离我们说观音菩萨觉空不二吧，或者说乐空不二的这样的心的本质这就是生活中转为道用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总之就是指说你在行住坐卧任何时候，你都不再落入凡俗的这种显象当中，一切记得都是清净相、净相，带有这种净观，这就是结行转为道用的部分。所以接着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净观，你念诵自他身相皆是圣者身，一切应身悉为6字名，诸般心念无非大智慧。你要念诵这一段。这时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惑，为什么我要观想观修生活中一切色相都是观音菩萨的色相呢？或者说生活中一切事物东西都是观音菩萨，这好像有点奇怪，有点困难。但这里真正的意思是，记得我们之前提到我们在观想观音菩萨的色相身相时，有一个重点是它是如同水中月一般，是显而空，空而显的自性所以就像我们对于观音菩萨身相观想一切色相也是一样的，都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如水中月的色相，显而空，空而显的自性的。生活中经验的一切都是这样。同样这里也提到一切音声皆为6字名。一般来说我们说如果生活中听到一切声音都是6字大明咒的咒音，这也挺奇怪的。所以真正它这个文字的含义要说的是，在告诉我们从究竟的圣意上来看，其实生活中无论你是听到6字大明咒的声音也好，或者是一般你听到任何声音也好，它没有咒音比较殊胜，然后一般声音比较不好，没有这样的优劣的分别。总之你听到一切的声音，记得它都是生空不二的，
都是声音发生的同时是空性，由空性中产生声音的这样一个自性哦。所以你听到生活中一切听到的声音都是生空不二的自性，这和六字大明咒的本质就没有分别了。这是这一段的意思，所以并不是说接着生活中都耳朵听到所有声音都是六字大明咒的声音，不是那样。如果是那样就很奇怪了。最后提到一切念想也是一样哦，我们都会有很多的念头升起生活当中，但这一切的念头，你记得它的本质也都是空性的，它从未离开过这样子的一个本质，空性的本质。所以这里结行转为道用，就是说生活中如果你随时保有这样的一种空性的正念正知的一种觉知的话，你就算是做到了结行哦，转为道用的部分了。这样的理解很重要，所以不要以为说，以后生活中就刻意去想看到所有东西都是观音菩萨，一切声音都是六字大明咒哦，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结行转为道用部分，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哦，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以上呢就是第4个部分结行，就生活中一切转为道用的部分。接着第5个是善根要回向菩提。这里的文字是：愿我迅速以此善成就观音大士尊，一切众生尽无余悉登彼等之圣位。这里我们回向的善根呢，是指修持我们以上做了修持这个观音法门的善根为主的一切善根，我们都回向。我们将这些善根回向给一切如母的众生，祈愿他们都迅速的得证观音菩萨的无上果位。然后这一切尽虚空的众生呢，都和观音菩萨无二无别。同时也祈愿每个众生都具备了这种可以说成就观音果位的一种力量哦。所以在这里是回向，回向的时候其实什么祈愿文回向文都是很好的，都可以念诵的。我们说祈愿文也好，回向文也好，并没有特定一定要念哪一个，是都可以念诵的。总而言之，我们说修持佛法是在一生当中，你要在生活当中，你都会试着尽力去修持。譬如说生活中你尽力也会想要成为一个大乘行者，一个菩萨，我们都这么试着去做。但你会发现，我们也因为身中的烦恼，还有我们的无明，所以很多时候总是不能如愿哦，好像总是失败，无法达成这个目标。所以很多人在修行的一开始是很有信心我要好好修行，然后也带着充满信心欢喜心，但真正你踏上实修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会发现，要做到还真是好困难，很不容易。开始的时候你好像以为觉得很容易，但真正开始修行才会发现，不是像我心中所想的那般容易。所以结果很多人的情况是，就因此可能我做不到了就放弃，或者会心中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到经典所说那样的内容这不是我这样凡夫可以修的哦。那这些这么深奥的佛法，大概是那些上根器的人才可能做到，才能理解的。但是
我的想法是，其实你有这样的感觉哦，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以我个人的一个经验来说，生命中起起伏伏，有时胜有时败是蛮正常的。但无论你遇到任何状况，记得修行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自己要有一念坚定的信心，就是无论你失败多少次，我一定要胜利这样的一种想法和勇气哦，你一定要保持着，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谁都会犯错，但你不需要因为我犯错了就灰心丧志哦，觉得都完蛋了，没救了。不需要那样想。因为某个方面来说，错误问题，说实在，我们无始以来就在造作了，又不是今生才开始犯错。因此，你并不需要因为犯了一点错就放弃一切就灰心。甚至积极来讲，反而是因为我犯了错，所以你更要升起勇气。你可以说你是知错能改的，事实上也因为你犯了错，才又有一次战胜错误的机会，不是吗？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曾经努力尝试过，所以才会犯错或失败。所以犯错失败本身就是你努力过的一个证明。你看，一个从未努力过的人也不会犯错嘛。所以一些小小的错误的发生其实代表你正走在努力的道路之上，是件好事的。所以各位真的不要因为一点小小的错误就放弃一切，就觉得我就灰心丧志不要这个样子的。同样我也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很多学佛的弟子他们都有一些依止的，或者说自己相信的上师，或者是善知识或老师，但是呢，他们有点过度的一种依赖依靠，他们也的确将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但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只要上师做了一点不如己意的事情你会发现信心就没了，就退失了。我观察到有这样一种状况。一般来说呢，信任上师、善知识、老师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应该要弄清楚的是，我们信任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应该要弄清楚的。信任上师并不是说我把责任都推给了他，然后自己什么都不做，也不修行，并不是这样的。对于上师的信心，主要指的是你去实践上师所告诉你的教法跟口诀，你试着这么去做，你才真的有信心会升起，这才是重点。当然，如果你因为如法的实践之后，你发现没有用处，那时你如果再说我对上师有信心，但修持他所说的内容之后没用，你这时候才比较有理由说自己退失信心。但是很多人一般情况都是上师教导了我们很多，但是自己并没有实践上师的教法，而总是想着上师他是不是符合我的想法，是否满我的意。那这种时候你就真的很容易退失对于上师的信心。大多数的人情况会是这样，我觉得这样是有问题的。所以总结来说，对于上师有信心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你真的实践上师的教导，那么去修行，在自己的一生当中、生活当中尽力的去做到那你才会真的具有这种信心，这非常的重要。总而言之呢，我们说要对他人升起信心，你先要对自己有信心。你会看到一个没有自信，总是自我怀疑，或者说胆小懦弱的人呢，他也很难相信别人。所以没有自信，你就不容易相信别人，这是一个真实的状况所以也希望大家
好好的想一想这一点。其实就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吧，很多人以为我是伽马巴，那么具有伽马巴的名号，所以他们就以为他们会说这个他没什么问题，他是这个完美的，是很好的。他因为是伽马巴嘛，反正他想什么都能毫无困难的达成。或者这些人会以为说他的这个精神上、心理上是没有任何痛苦和困难的。很多人会这么以为。的确，我们从伽马巴这样的一个殊胜拥有几百年的传承上来看，很多人就会觉得，的确伽马巴应该不是常人，甚至是超越神明一般的人物。但实际上来说，以我个人来讲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呢，是一个赋予了重大责任、被赋予了重大责任的一个普通人，有着殊胜头衔的一个普通人。所以唯一和别人的差别就是在于责任和头衔吧。当一个人有了这么重大的责任和头衔的时候，是这么殊胜的头衔的时候，别人就误以为我可能不是普通人。但事实上，要我做到一个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那真的是强人所难。这是我时常会有的感受。其实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问题，但是每个人说实在多多少少都有各自的困难、辛苦跟问题。但是我觉得自己更是尝到了一些别人不会尝到的一些困难跟辛苦。一般来说，我经验到太多人一般不会有的经验，因为我是一个大众关注的对象也是可以说社会上具有这样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公众人物吧。所以我会经验到很多人一辈子不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的这些问题也没有人可以说。一般人你还可以有倾诉的对象，比如说你的父母或者好友，但是我却没有人是可以说的。因为说实在的，没有人像我有这样的头衔、这样的责任跟工作，没有这样相同的经验，所以好像也没有可以说的对象。所以无论别人对我有没有信心我从我个人角度来讲，自己遇到的困难真的是非常多，像山一样巨大的。所以首先我不具备他人期待的功德，而且还多加上了各种超出一个正常人能力范围的各种的辛苦跟困难。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我的想法是，无论我是否做到别人对我的期待，我还是会尽力而为，尽我的力量去做好。或许最后大家会说，你没有符合我们的期望，你原来只是个普通人嘛。或者可能有人甚至说，你装模作样到现在都在骗我们。但我也不会太在意因为我努力过，当然呢也犯过许多的错误，所以最后在努力之下还是无法符合众人的期待的话，我是会接受这一点的。这么多年来虽然也没什么修持，但也听闻熏习了不少佛法。所以我的想法是，
我们困难再多，犯错再多，其实不是太大的问题。我时常告诉自己，不管遇到任何状况，我都不放弃哦，是生生世世我不会放弃的是什么呢？就是生生世世对于众生的关爱。所以在利益众生的过程当中，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我都会继续下去。我不会因为自己不够好、有问题或者功德不够等等，就放弃去利益众生。所以各位可能也会有些相同的感受。总之，我想说的是，各位不要觉得只有你自己很痛苦，其他人都没有痛苦。事实上，痛苦无分大小，每个人多少都有的。同时，我们应该要记得，不要因为自己的一点犯错或者功德不够就灰心。我们都要继续的努力。要记得，失败了1分，你就要尽2分力再次努力。失败了10分，就要努力20分。只有这个样子，最后你才可能得到最终完全的一种胜利哦，也就是自他2利，就能够圆满。所以希望大家把这一段放在心上。我想早上就说到这里，下午我们继续讲课，谢谢大家。